係死係生，係天使，係掌權，係有能嘅，係現在嘅事，係將來嘅事，係高處嘅事，係低處嘅事，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嘅愛隔。所以弟兄姊妹千祈唔好失去呢個信。無論發生咩事，其實阿保羅好 assure 俾我哋睇，即係耶穌係喺我哋呢邊，而你只要企喺神呢邊咧，其實我哋係永遠得勝嘅。大家好，今日同大家講呢個話題咧，都相當有趣嘅嚇，就係叫做天外來客啦嚇。咁有啲人就話外星人啦。咁以前我哋細個嘅時候咧，就係已經聽過呢個叫 UFO， 即係冇辦法解釋嘅飛行物體啦嚇。其實我哋呢代人信耶穌咧，都相當挑戰嘅，我覺得。因為近呢100年咧，嗰個科技嘅進步咧，個知識嘅累積啦，同埋考古學啦，就加埋科學嘅發展嚇，令到人咧有好多嘅嘢咧都可以懷疑基督教嘅嚇，同無神論爭執咧，已經唔係一件罕見嘅事。有啲人係信科學，咁佢就唔信神啦。有啲人佢又無論點樣個世界變成點樣，佢都仍然係相信耶穌基督嘅喎。如果要講咧，我哋呢代經歷咗咩？恐龍啦嚇，大家知道啦，恐龍話忽然之間點解呢個世上有恐龍嘅？佢又講到唔知幾多千萬年嘅太空有隕石撞落地球啊，於是乎佢哋又毀滅咗啊，咁又揾化石啊咁樣。跟住你又揾到一啲嘅歷史，甚至乎遠過聖經所記載咁啊，呢啲都係挑戰嚟嘅。咁跟住又用科學嘅解釋去鑑定一啲有冇可能發生嘅嘢，係咪我哋呢個年代先有挑戰？15世紀嘅時候咧，其實教會都好多挑戰，新教嘅出現啦嚇，就挑戰傳統嘅羅馬天主教啦，將個聖經咧喺舊約裏邊咧 cut 咗7本書出嚟嚇，新約就一樣嘅嚇，舊約咧就少咗啲書。咁樣少咗啲書裏邊咧，其實有啲書咧就點解咁爭議？因為有好多係講非自然解釋到嘅嘢嚟，例如天使啊嗰啲記錄好多。一本書叫《以諾書》嗰度嚇，喺1483年，即係馬丁路德出世嗰年啦，至到呢個1522年，阿麥切倫咧就環繞個地球行咗一個圈啦。有人話佢係應該佢行唔晒，佢就行到菲律賓，跟住佢有個助手就幫佢行埋，就去到西班牙，證明咗呢個地球係圓。咁當時教廷咧都係當佢哋係異端嚟，因為佢哋認為嗰個地球係平㗎嘛，即係所有嘅人就活喺一個平嘅地上邊。跟住上邊就係 heaven， 即係呢個天堂 ，OK， 冇嗰個太空嗰個概念嚇。喺1564年呢個伽利略咧，其實意大利嘅一個天文學家觀星啊 ，OK， 咁你就睇到話木星9大行星嘅木星嗰度咧有4個衛星，佢就開始咧就係成個呢個太陽系模型咧就開始定到落嚟嘅。咁所以咧，你咧嗰陣時嗰個挑戰係幾大？你諗下由一個信個地球係平嘅，跟住係耶穌升天都咁樣升咗上去。咁耶穌落翻嚟嘅時候，佢又話從天上面落翻嚟噶嘛，即係話如果耶穌係離開咗地球，去到呢個雲層嗰度，或者去到外太空嗰度，佢將來又喺太空嗰度翻嚟，即係係咪咁嘅意思咧？咁但係咧，我哋首先要知道咧，我哋信耶穌咧係唔係話俾人哋說服，即係話。我要證明救恩係咩？證明耶穌係邊個？我人係點樣嚟嘅？證明晒俾你睇，你就相信即係耶穌就係唯一嘅拯救。其實唔係，聖經話俾我，如果唔係聖靈感動我哋咧，我哋唔會話耶穌基督係主嚟。當你祈禱嘅時候，接受耶穌基督做你個人嘅救主，係一個自身嘅一個經驗經歷嚟嘅。呢樣嘢係冇辦法推諉嘅，即係唔係人哋發明咗啲咩、發現咗咩就會推翻咗你呢個信，因為呢個信喺你嘅生命裏邊咧。已經反覆咗好多次嘅驗證啊！呢個驗證係咩？隨住你跟隨耶穌，你每日經歷佢嘅恩典啊，經歷一啲神蹟奇事啊，經歷佢嘅醫治啊，經歷佢嘅公義，佢好多赦免啊，經歷佢好多嘅呢啲嘅帶領嘅時候咧，其實你所同佢產生嘅呢個關係咧，唔係人哋話哇發現到乜嘢，忽然之間你就推翻晒你所信喎。喺舊約裏邊咧，其實有冇呢啲係匪夷所思嘅現象？呢個世界上帝創造咗之後咧，除咗地上面交咗俾人管理，但喺天上面嘅事有天使幫佢管理嘅。另外有一個系統咧，就魔鬼撒旦咧，佢有佢嘅馬仔，你可以話佢係 demons 又得，有啲人就話係邪靈咧，可能有睇嘅，因為墮落咗個天使嚟，佢
曾經都係屬於神嘅系統嘅一部分嚟嘅，只不過佢哋墮落咗啊嘛，都係響充斥咗響啲空間裏邊嘅嚇。咁啊，只不過我哋唔常發現到啦嚇。咁佢哋究竟係要坐一啲嘅飛船行走啊，抑或佢哋自己就本身就可以喐動啊？抑或佢哋係用透過啲乜嘢科技係可以自由響天際間嗰度行走咧？咁我哋又唔清楚嚇。咁啊，但係憑古時嘅人去睇嘅時候就好得意，咁啊天使有一定嘅樣式啦嚇，魔鬼嘅眾子咧佢又有一種嘅樣式啦，咁呢啲可能係因為我哋基督教嗰本聖經咧冇攞齊晒上古有啲資料咧，但係我哋又睇到喎，阿瑪利亞咧其實佢有天使嚟到報喜訊俾佢噶嘛，另外跟住啲牧羊人咧又見到天軍喎，OK 嗱，天軍即係天上邊嘅軍隊嚟報呢個喜訊俾啲牧羊人。咁呢個天上面嘅軍隊又係咩咧？咁舊約裏邊咧，阿約書亞記嗰度咧都有記載，佢話約書亞看見一位持劍嘅使者，自稱為耶和華軍隊嘅元帥。呢個係喺約書亞記5章14至15節嗰度。咁即係話咧，其實當時咧啲人成日都會睇到耶和華嘅軍隊。當阿彼得去攔咗嗰啲人去捉拿耶穌嘅時候，耶穌都話：你估我唔可以呼喚天上面嘅軍隊嚟去保護我咩？即係話耶穌都有呢個認知，周圍嘅都係有呢啲天使啊、掌權啊、呢個天軍啊被佢使用嘅可以。嗱咁所以咧唔覺得咧係稀奇嘅，即係話喺我哋地球周圍啦。充斥住呢啲天使啊，墮落咗嘅天使啊，魔鬼嘅馬仔啊，點解我哋人發現到呢啲嘅？我哋講 UFO 又好，講外星人又好，講天外來客又好啦嚇。點解我哋咁有一定嘅概念係佢哋嗰個形態咧？咁好奇怪，佢一定係有個頭啊，有個身啊，對腳啊，有隻手，其實同人嗰個形狀差唔多咁。咁點解人都始終擺脱唔到有一個咁嘅人嘅形象，就覺得外星嘅呢個生物有頭有身有腳有手嘅咧咁樣嚇，咁呢個都係值得即係諗下嘅。咁但係去到最後咧，你哋睇到咧，其實啟示錄就話俾我哋聽咧，我哋其實有一場仗咧，係真係驚動埋天上邊嘅軍隊，同我哋地上邊嘅軍隊，然後去有一場仗喺末世嗰度係打嘅。大家千祈唔好避開呢樣嘢，喺啟示錄嗰度講得好清楚。其實就係有好高科技嘅，或者係超智慧上帝嘅受造之物啦。然後同我哋人類當時我哋嘅智慧，可能我唔知佢係點啦嚇。咁啊，其實係有一場咁嘅爭戰喺地上。除咗呢個屬靈嘅爭戰之外，我哋有一場咧，即係肉體上嘅爭戰。羅馬書咧就俾到一啲安慰我哋嘅，因為保羅咧其實我唔知佢啊當時亦都睇到一啲情況啦。咁所以佢喺羅馬書第8章第38節嗰度咧，其實佢就講得好清楚嘅，就話咩？佢話因為咧，我深信無論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權嘅，是有能嘅，是現在嘅事，是將來嘅事，是高處嘅事，是低處嘅事，是別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們與神嘅愛隔絕。嗱，你要留意保羅所講嘅呢啲咧，唔係之前佢所講嘅患難啊、逼迫啊、赤身露體啊、刀劍啊呢類嘢喎嚇。佢係講一啲係屬靈裏邊或者係響宇宙間充斥嘅呢種嚟講，我哋信耶穌咧，其實唔係研究出嚟嘅，亦都唔係人哋說服咗我哋用科學或者用鑑定或者用其他種種嘅歷史觀去說服我哋係有個神，我哋唔係咁。我哋信耶穌，豈唔係因為聖靈感動我哋心裏邊知道自己虧欠神，知道自己有罪，係想有一個新嘅生命，係讓耶穌嚟改變我哋，而係相信咧。嗱，所以弟兄姊妹千祈唔好失去呢個信。無論發生咩事，其實阿保羅好 assure 俾我哋睇，即係耶穌係喺我哋呢邊，而你只要企喺神呢邊咧，其實我哋係永遠得勝嘅，就係咁樣。